亲爱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好，请大家闭眼心，咱准备要来吟今日要吟的圣诗，请大家安静来准备吟诗，请咱大家来吟258首，258首，请咱齐声感谢上帝。请咱齐声感谢上帝，跳动人民到万世，圣经讲世世立圣会，是阮救人赦免罪，上帝稳定极大无比，耶稣为咱来受死。诗歌真好听，只是无介好唱吼。咱第一节反复来甲唱一下，旋律吼，甲熟悉一下啦吼。第一节再来哈。请咱齐声感谢上帝，跳动人民到万世，圣经讲世世立圣会，是阮救人赦免罪，上帝稳定极大无比，耶稣为咱来受死，咱若无伊就拢免惊，头尾稳当为靠赢。好啦，第二节。上帝圣会遍满天地，万般咱人是一家，欢喜今日耶稣圣会，甲被上帝撒交杯，上帝圣会无论哪有，我可记得就。救，无归面前无分彼此，地的只有一个主。好，咱来换第二首新圣诗580首，新圣诗580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嘴着吟诗。我心大欢喜，我的嘴着吟诗，感谢主上帝大仁义，地真是阿罗，地面是我感谢安尼好塞呀。第二节，我心所倾听，我只好的无叫，流光着你流浪无叫，一吹草花，离我一所远去，这首大家都应该较熟，咱不管是什么经句，咱的心都爱欢喜来吟诗学了主。好，咱这时闭眼心来敬拜赞美。请咱大家三角起立，来欢喜来敬拜赞美。来上帝宣告讲，我全心信靠。我专心信靠的主，我们的为凭。我专心信靠我主。
路转小途，行过黑暗是山高，虽然有灾害，我专心信靠我主，因为高呼，相信好朋友，只是好朋友，弯弯专心靠。求主，我们大落去，我专心信靠我主，我路转小途，行过黑暗是山高，虽然有灾害，我专心信靠我主，因为高呼。相信好朋友，只是好朋友，弯弯专心靠，你的高引我，行过黑暗是山高，虽然有灾害，我专心信靠救主，因为高呼。相信好朋友，只是好朋友，弯弯专心靠，你的高引我，行过黑暗是山高，虽然有灾害，我专心信靠救主，因为高呼。咱各来大声来宣告，我专心信靠救主。我专心信靠救主。阿门。阿门。主是咱的平安，所以咱就爱专心来信靠伊。不管环境如何，不管世界安怎动摇，不管大雁花好，咱就来专心来信靠伊。伊是咱的平安，你是我的平安。你是我的平安，路途中的平安，风雨中的宁静，忙碌中的安息。你是我的平安，路途中的平安。中的宁静，忙碌中的安息，耶和华为你施舍，洪水泛滥使你施舍，作为王直到永远，直到永远。赐给我们，赐给我们。
直到永远，直到永远。耶和华为你是神，洪水泛滥时你是神，平安的福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平安的福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平安的福赐给我们，赐给我们。请坐。感谢主，主就是咱的平安，阿门。主就是咱所敬拜唯一的上帝。大水泛滥的时阵，伊就是上帝，伊坐伫做王，永永远远做王。主也就是咱的大牧者，也是咱性命的主宰，咱一生所倚靠的，所以咱就爱来听主的声，咱就爱来学乐伊。阿门。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专心听主的声。轻轻听，伊在轻轻听，我的牧者认得我的声。伊是大牧者，是我的主宰，我的心只听咱主的声。伊是大牧者，是命的主宰，伊的羊认得伊的声。轻听，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专心听主的声。轻轻听，伊在轻轻听，我的牧者认得我的声。伊是大牧者，是命的主宰，我的心只听咱主的声。伊是大牧者，是命的主宰，伊的羊认得伊的声。伊是大牧者，伊是大牧者，是我的主宰，我的心只听咱主的声。伊是大牧者，是命的主宰，伊的羊认得伊的声。伊的羊。三角来祈祷，感谢听我的主，感谢主爱的天父上帝，你真做阮生命中的救主，真做阮的大牧者，真做阮所敬拜的唯一的真神。主，阮有啥物通要看虑呢？主啊，伫大水泛滥的时阵，伫这个环境无安定，互阮行遐的时阵，阮要来大声来宣告，我要来专心来信靠你，因为主你就是阮的平安，主你就是阮的得胜的所在，主你就是阮所倚靠的独一的真神。主，阮要伫你面前单单来侍奉你，单单来敬拜阿拉主你。主啊，恳求主你来坚固阮的心神，坚固阮每一个人伫信仰内面牵条伫主你，一生来跟缀你，一生来服侍你。不管阮是毋是有得到这个感染，主啊，恳求主你帮赞，互受到感染的人身体会当紧紧恢复健康。主啊，也保守阮大家
伫要健康平安的时阵，会当专心来侍奉你，来亲近你，因为主，你以爱阮亲近你，以爱阮来倚靠你，主，阮就仰望伫你，将阮罗州教会以及正兄弟姊妹、正家庭，拢来仰望伫主你，恳求你听阮恳求的声，也帮助阮会当静静来听你的声，互阮会当倚靠你，会听趁主你的教示，来行头前的路站。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求主耶稣基督圣之名来求，阿门。就用感谢入伊的门，用学老入伊的院，就感谢伊学老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各位兄弟，大家平安。请咱做伙来吟圣诗第258首，圣诗258首。请咱齐声感谢上帝，请起立吟全首。是阮求梦想免罪。
请坐。咱做伙闭慢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万军的耶和华，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阿罗你。感谢主，你是医治的神，你是赐福的神，你是担当阮罪过的神，你是全能的神，全世界主掌权。主啊，这个世间有战争，有病毒，有各项的苦难，环境受到破坏，全世界侪兄弟受到病毒的感染，生活拄着困难，甚至伊的性命、健康拢受到威胁、受到迫害。求主你怜悯阮，使阮赐福，派遣天军保护因，派遣天使陪伴因、安慰因，互你的恩典降临，医治因，互因的身体赶紧恢复健康，保守安慰因的心灵，互因的心得到平安。主啊，阮的心信心时常软正摇颤，阮的心灵孤单，阮需要你的保守帮衬。主啊，你一路陪伴阮，替阮担当恶当中的事，阮免受撒旦的攻击。感谢主，阮将教会众兄弟姊妹，无论是因的家庭、因的事业、因的学业，一切拢交托伫主。求你赐福阮每一个兄弟，满足因的欠缺，互因的病痛得到医治，因的困难得到帮助，安慰因的心灵，互因伫基督内面无得惊吓，会当充满喜乐甲平安。求主你的圣神充满阮，坚固阮的信心。你是阮的大牧者，你看顾阮，亲像看顾你草场的羊。你时时甲阮同在，互阮安歇伫青翠的草坡，免惊灾害。也求主，互阮的兄弟姊妹彼此相疼，安慰甲扶持，会当团结归向主。阮的教会大团结，会当和谐，彼此相疼，彼此服侍，也互服侍的兄弟，哪服侍哪甘甜。每一摆，当阮合一，全心归向你，阮会当看到你的大权能运行伫阮的当中，无所不在。感谢主，阮是卑微小可的人，但是你看阮做宝贝，替阮担当一切。阮借着祈祷，求主你赦免阮的罪，清洁阮的心，赐予阮信心甲力量，常常倚靠主，也借着祈祷，阮恳求会当平息乌克兰甲俄国因中间的战争，安慰遐因为战争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的人的心，也求主斥责病毒，互病毒消失废无，互遐医护人员甲受到病痛的人会当得到完全，也互阮的生活恢复正常。感谢主，互阮真做你使用器皿，学习马家的脚迹，互阮温困做工，伫即个危机的世界，赶紧来传扬你的福音，活出你美好的荣耀。阮伫凡事上、凡事上，拢会当忠心。你为阮备办大事上、大事上忠心的信心甲气力。感谢主，阮的礼拜将要开始，求你的圣神降临，你充满阮的心，借着牧师的讲道，开启阮的心灵，互阮的人命拢会当得到造就，会当了解你的心意，会当温困做光，会当大团结，复兴属于你的教会。感谢主，阮安尼诚心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
煞只咱做伙来启用。要来你启用的是启文第8篇诗篇第23篇，伫咱的圣经后壁面1009页。兄弟选着，我来替兄弟来引。诗篇第23篇，上主是我的牧者，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伊予我心的快乐。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因为你甲我同在。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用油抹我的头壳，你的恩典之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煞接是圣歌队的献诗。所要献的诗是新圣诗587首，我毋知明日会怎样，请。
感谢圣歌队带咱做伙来吟诗敬拜咱的主，献予咱的上帝。接着，咱做伙来共读圣经。今仔日圣经所选的记载伫启示录第3章第20节。台语汉语本伫圣经的286页。兄弟看着，我来读，兄弟来听。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音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以上。接着，咱做伙来用使徒圣经来信用告白，请这声起立，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咱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接着是咱的牧师讲道，伊的题目是“每日拄着上帝，每日遇见上帝”。听主神来听。两位兄，即摆大家平安。愿上帝施恩伫咱的心上。咱今仔日会经查伫启。伊来甲伊食，伊也要甲我食。所以变成讲，主入来到咱的厝内，伊要甲咱食，伊要来甲咱食。有声音吗？哦，没声音，还是怎样？有问题啊？哈？什么？
直播没声音，有人在反映了，还是要再处理一下，还是这个是这个的问题，还是这个还是要用这个就好了，不然就用这个就好了，好。咱今仔日也要做伙来感受一段经节，就是讲咱每一日要拄着上帝时主伫外面咧拍门，总是咱知影讲，无开门的人主就无法度入来，所以这开门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咱爱有开这个门。但是咱要知影，咱要知影讲主伫门外咧拍门，所以今仔日这段经节，就是要咱做伙三角来领受，主要甲咱做伙食饭，要甲咱做伙食饭，要甲咱做伙同坐倒。所以讲，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知，咱着爱拍门。那亲像今仔日你来教会，教会门已经开啊，因为有人开门，有人拍门。若开一个门、两个门拢开，你的机车会当入来，你人行会入来。咱教会有几道门？咱个教会有电动的铁门，也有玻璃门，了入来你这嘛搁一片门，所以有3片门，拢无锁，你就会当入来到咱的教堂来参与礼拜。总是伫线上的兄弟姊妹嘛，邀请你做伙三角来领受今仔日的经节所对咱所讲的话，就是咱每一日你要哪拄着上帝。你要哪去拄着迄个上帝？因为上帝咧找咱，上帝真爱咱甲伊做伙团契。啥物叫做团契？咱有真侪团契。伫我细汉的时，伫教会就知影讲有青年团契。我2个姐姐因去青年团契的时，我讲我有一日我嘛要来青年团契。因为我感觉青年团契足趣味的，因为迄阵我伫主日学拜6的时爱来教会练歌，然后每一个主日学爱献诗。迄较早是主日学爱献诗，因为每一个时代无共款。即马即个时代是有节日主日学才来献诗。当然较早主日学是逐礼拜拢爱献诗，差不多是逐礼拜。所以迄时阵礼拜6。主日学练歌练了，就是青年团契的时间。你就看去讲，他们今天是庆生哦，庆生哇，就看他们吃蛋糕、玩游戏，好高兴，好 happy 哦。才知道说那个就是团契。嘛有葫芦团契，葫芦团契创插花，较早爱教插花，这叫做传统的教会，爱插花。真正较早葫芦团契咱教会无葫芦团契但是咱教会阁有插花了后就安那慢慢，其实一个时代，即马咱长老教会什物上实行双联团契上实行，因为每一个教会拢有双联团契因为迄个时代信主的人渐渐年岁有所以双联团契人足多定倒是青年有较少。这是咱即马爱面对一个真现实的问题，就是咱的青年甲青少年，嘛会当去较侪的关心，也是投资搁较侪的心力来培养咱的后一代，这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有真侪牧师咧讲我一个月爱办3场，有人讲我办5场，这是很大的一个考验中心大一个考验。愿上帝帮助咱，因为主要甲咱做伙同坐倒。咱得要摆守圣餐，咱甲主同坐倒，是迄个圣餐，是最后的晚餐，是迄个搬过节逾越节的晚餐。我们用圣餐来取代，已经用圣餐来取代那个逾越节。搬过节，犹太人所要纪念的迄个节，用耶稣的肉体，用耶稣的宝血
来诚做咱要甲主做伙同坐桌。但是今仔日经常甲咱讲，主要入咱的心门，甲咱做伙啉食，甲咱做伙交陪。这就是一个团契的生活。团契的生活就是做伙生活做伙，那亲像一家人、一家人。所以团契它其实最大的目的，就是很像是一家人的生活。但是我们知道，要成为一家人是不简单。哦，我们在座有那么多的家庭，你们早餐吃什么？就可以讲出很多种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好，我记得我较早细汉，我的爸爸因为伊做工课，所以伊拢爱食糜，吃稀饭，比较吃中式的。但是阮细汉呢，足无爱食稀饭的。我若看到稀饭胃就开始做起来。阮较爱食啥？食西式的，就是西式，就是像吐司啊、三明治啊、面包这一类的，然后就很不喜欢吃稀饭。你看，一家人就有2种不一样的风格，所以这妈妈真辛苦，要搁准备这个，要准备迄，所以咱知影讲，咱每一个人食的早顿都无相款，但是主呢，伊要礼拜甲咱做伙三角认食。所以你有渴望要见着上帝无？就是主今仔日透早每一日拢来甲你做伙食早餐，然后伫你的心中，住伫你的心内。你有渴望要见着上帝无？伫腓立比书3章第8节有安尼甲咱讲，毋若安尼，我真正看万事做损害，因为我掠捌我的主耶稣基督，诚做第一个好，因为我为着伊捌损失一切，也看做本色，也看做是本色，是要爱得到基督，要得到那个基督啊。就是讲，因为我掠捌我的基督，主基督耶稣做第一好。这是保罗伫腓立比书所写，讲我是掠耶稣，诚做迄个第一好。华语是说，我认识耶稣，成为我的至宝，人生的至宝。所以各位兄弟姊妹，这是你认捌去捌到耶稣。这认捌伫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讲去体验、经验一个人伊的温顺、才华、伊的能力，你去经验到，你有去经验到，所以你就捌这个人。伫创世纪内面，咱知影上帝大先创造阿当，了后伊创造夏娃，伊甲夏娃带来阿当的面头前，讲这就是为着你匹配一个妇人人。圣经台语圣经就讲阿当去捌着认识了夏娃，意思就是说他们经历了一起生活。这是咱所讲的全世界第一对的翁仔某阿当甲夏娃，因为因熟悉认捌，就是去经验因彼此的生活，所以愿主帮助咱，所以咱嘛应该去认捌耶稣基督，知影讲上帝的能力。所以咱每一日透早，每一日下晡，每一日暗时，拢去拄着上帝，去经验着上帝。因为上帝创造咱是已经有备办，咱爱去经验着这个上帝。所以腓立比书3章第10节，佮咱讲啥？互我捌伊，甲伊佮我的关联，以及有份伊的受苦，来学伊的死。这是保罗讲，伊有经验翕捌着上帝，捌伊，所以知影耶稣基督有佮我，伊有伊的关联，以及有份。来甲伊做伙来受苦，所以咱讲，咱爱甲耶稣同受苦，甲耶稣同安怎？同钉死，甲耶稣同安那埋葬，你才有法度甲耶稣安那同过活。这是一个过程，这是保罗伊讲我捌伊。知影伊伫跟我有关联，伊有份来要甲伊做伙受苦，以及来学耶稣的死。
这是保罗经验着，伊拄着耶稣基督了后，伊要用伊的一生来学耶稣的受苦，学耶稣的死，因为伊真正去认捌着耶稣基督。所以每一位兄弟姊妹，各位兄弟姊妹，你若是无经验着耶稣的受苦，去经历着耶稣的受定，去经验着耶稣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过活。所以咱的信仰的个别，咱嘛是爱对遮来想，愿上帝帮助咱，咱就是爱去经验、去经历着。咱毋通敢若要领是讲啊，主啊，你互我过活，我无要甲你受苦，我无要甲你受定，我无要甲你同背十字架。所以耶稣讲，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对我。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爱举你的十字架来跟对我，这是一个真正学耶稣基督的款式的人，就是你有经验着，你有真正认捌，对希腊文这认捌的意思就是讲，知影讲这个人的温数、伊的才华、伊的能力，知影这个人。伊的个性，知影这个人伊的脾气，知影这个人，伊的作为、伊的作风。所以咱每一个人是受造，就是要来经验上帝。所以创世纪已经有甲咱讲，咱是照上帝的模样、的样式来创造。有男有女，不管你是男性、女性，咱拢是有上帝的形象伫咱的心内。所以耶稣伊来到世间，是上帝这个形象，变做是人来体验着人的生活。咱知影讲即摆有卫星、卫星，卫星好像是上帝的角度在看地球所以进前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看这个台湾，对不对在从空中看台湾，你就会发现说，好多地方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从空中一看就知道了譬如说，这个海的颜色为什么不是蓝色的？以及这个地啊这个湖啊为什么是黑色的？河流为什么是黑色的？所以卫星监控，卫星好像是上帝的角度，但是你知道在人的角度是怎样？人可以面对面，所以。上帝来到世间，伊用伊人的角度已经看过这个世界，所以耶稣已经有替咱受死所以咱人的样相是照上帝的形象来受造，所以人有追求神的这个本能所以咱爱找的是这个活的上帝、活的神，咱唔通去找是人造出来迄种袂活的神。这是咱爱去经验、去经历，所以上帝创造咱，上帝是这个灵，伊创造咱是有灵的活人，是有灵的活人。所以咱爱去追求的是活的真神，毋是迄个人受造。讲这是神。所以各位兄弟姊妹，所以当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你爱拄到伊的时，其实这是上界自然的情境的环境啊。人去追求神，这是真自然的事。但是，爱问你，你求的是什么种的神？你求的是活的神，还是人造的神？所以，愿上帝帮助咱。第二就是，咱爱伫属灵的经历来改变咱。当你甲上帝接触的迄个时刻，咱的生命会带着改变，带着改变，这就是保罗是上好的例。保罗伊彻底会改变，伊想要荣光上帝。这荣耀荣光伫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重量、影响力有价值的意思，就是讲，这是一个值得荣耀，这荣耀是有重量的，这荣耀是有影响力的，这荣耀是有价值的。所以保罗伊用伊的一生要来荣耀上帝，要来荣耀主。所以
伊用伊的知识财物，用伊所了解，伊要勉励教会，伊所写的批，拢正做是教会的书信，嘛是咱即马所读吼，比如讲腓立比书，吼，也是哥林多前后书等等遮的教会的问题，其实伫迄个时代就存在。是教会书信真侪是显出教会当时的问题，是显出教会当时迄个存在的问题。但是这教会问题现今还阁存在，哦，嘛是爱靠上帝才有法度解决。所以各位兄弟姊妹，要有一个人因为伊的罪真重，无法度去见着上帝，保罗就是一个例。哦，保罗是犹太人，是一个何等的人物啦。吼，伊的心只有要掠基督徒，伊的心是充满即个传统犹太人的思想的法利赛人，伊是非常的骄傲的，伊甚至是自视很高，因为迄当时当少年。但是，伫拄着耶稣的灵以后，伊彻底改变，伊用伊的一生来荣耀上帝。咱知影讲，摩西受到上帝拣选伫旷野的时，伊拄着气配，荆棘被火烧而没有毁灭。这个就是长老教会今天的标志，叫做焚而不毁。你看气配火烧，伫遐倒，但是气配无毁坏。规丛阁好好伫遐，伊看着上帝啊！上帝甲伊讲，你所徛的所在是圣的地，哇！伊就爱甲鞋腾起来，爱甲鞋腾起来。咱知影讲啊，其实有的教会因上台是爱腾鞋，有的教会是安尼，但是无真济啦。但是捌有教会是安尼，我捌去过真正爱腾鞋的教会，所以。伊会准备一双衬拖互牧师穿，爱烫个仔起来，哦，甚至因敬拜的人拢无穿个，嘿，哦，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吼。所以讲，你徛的所在是圣的所在，爱烫个。迄个是迄个摩西，伊80岁啊，已经是一个有年岁的人，已经娶某生囝伫旷野，已经感觉讲啊，伊是迄个上帝放弃的人，迄个上帝。伫伊的面前出现，所以毋莫因为你是年老的人，上帝就无，你就袂去拄着上帝。少年先知耶利米耶利米书，耶利米拄着上帝时，上帝的声音伫伊的心上，伊是一个少年人。撒母耳还阁是一个12岁的囡仔，伊就去听起上帝的声。撒母耳一直要服侍上帝，上帝就甲伊的上帝声就甲伊提醒吼，所以上帝是逐种年龄咱的人拢拄会着，袂甲老人，袂甲啥物种的人排除在外，是每一个人拢会当去拄着。所以咱每一个人，咱被上帝创造来到世间，咱拢是要去经验着上帝的存在，咱要去经验着上帝是独一的真神。是上帝的开力能力，所以咱要安怎去拄着上帝？第一，咱要有渴慕的心。圣诗有一条叫做“如露饥渴那个溪水，那落去渴慕迄个溪水”。如果你因为上帝无甲你显现，你就感觉讲无上帝，咱毋免感觉讲真正是无上帝。咱来有这个渴慕，咱来渴慕，有迄个渴慕的心。马太福音书有甲咱讲，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所以你若无迄个渴慕的心，无法度得到饱足。所以咱想看卖啊，你今仔日拢无啉水，你着足想要啉水。你运动了后，也是伫个日头遮尔啊热，你想要啉水，迄种的心来渴慕上帝，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咱若是无啉水，咱知影咱会死，咱会打死。咱若是无上帝呢，有可能咱会死命，
无上帝存在，咱的生命只有是靠家己那定。第二，咱爱摒空家己，叫做虚己，就是讲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因的。这嘛是耶稣甲咱勉励，就是讲，迄种你无摒空家己，你只有充满你家己。你伫上帝面前，你只有你家己。所以摩西拄着上帝时，上帝甲伊讲：你已经毋是过去迄个摩西，你已经毋是伫王宫中大迄个摩西，你已经是。遐个王子的身份拢无去的，迄个摩西，因为真正是一个杀人犯啊！伊走去甲旷野，上帝嘛讲，你迄个杀人犯已经嘛无要紧啊！你完全是空的摩西，我要用你，你爱重新转去埃及，带遐的百姓来离开埃及。所以，种个就是摒空家己，来到上帝的面前，摒空家己。所以你摒空家己。上帝阁会加添予你。雅各，旧约的雅各，伊是一个有福气的人。伊是真正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因为伊的名叫做雅各。雅各的意思就是，伊掠着伊的阿兄，怎对咧出来，就是迄个掠掉的意思，就是迄个掠掉的意思。迄个掠掉的意思，当伊甲上帝的使者伫遐相演的时，伫亚伯渡河。还未渡过进前，哇！伊伫遐甲上帝咧相演，伊才讲啊，原来这是上帝的使者。雅各就甲迄个人讲，请你爱甲我祝福，无我无爱放你煞。迄个人就甲伊祝福，所以雅各就阁加添着一份的福气。这个福气就煞到伊的身上。所以迄种有当时就是讲你啊无满足。你迄无满足，就是咱先摒空来到主的面前，上帝就将这福气赏赐予你。我捌听过一个牧师讲，迄种无满足的祝福，就是讲，这种无满足的祝福，就是讲，咱亲像雅各一样，伊有我嘛要有，意思就是讲，雅各就讲，伊甲伊阿兄是以扫嘛，为什么以扫是大囝，我就是第二个？那犹太人的大囝爱分双份，我为什么阮出世差无几分钟，无差无几十分钟，因为是双胞胎，为什么伊着双份，我着甲一份？所以，伊的妈妈李百家着安那，甲伊演一出戏来骗着迄个大囝的祝福。当然这是用骗的，但是最后。伊甲上帝相演的时，是上帝使者亲自赐福予伊。咱知影旧约的圣经有一位，伫以利沙先知以利沙的时代，有一个乃曼将军。这个乃曼将军，伊听了讲伊有一个女婢是犹太人，甲伊讲你会当去犹太国去以色列看先知以利沙有啥物指示无？伊个以利沙会甲你指示，你的病会得到医好，因为得到太过病，规身躯拢生粒仔，伊讲我是一个将军呢，伊就来到犹太，这个小小的国家，对阿兰国来讲，这犹太国还算小弟一个，所以伊来到要见以利沙时，以利沙佫无爱见，伊派一个人去甲讲，你真简单，你的病真简单，你只要去。约旦河洗身躯洗7摆，你的病就得到医好啊！这个乃曼安怎？真痟诶！这约旦河落，要比阮兜迄2条溪佫较落。阮兜迄2条溪叫做亚巴拿河跟法尔河这2条河拢嘛比约旦河佫较清气。我何必得去约旦河洗7摆？乃曼是自视很高的人，乃曼是一个将军。伊讲好，而且以利沙佫无来见伊，伊只有派一个使者去甲伊讲，你着去约旦河洗7摆，你的肉就会恢复原来，佮得到清气。所以乃曼的想法，甲伊原来是无相款，伊是抱着一个
是讲来看会得到医好，但是这个方法伊无法度接受，但是最后，伊接受啊，伊就去迄个落的约旦河去遐洗7摆。这不过是一个人甲伊吩咐，所以讲伊23的罗卜就对讲，我的爸啊，先天是吩咐你去做一件大事，你为什么无去做？这遮尔简单的代志，你无去做，人就苦劝乃曼，所以后来乃曼改变伊的想法，伊就照先知123去做，伫约旦河洗7摆，后来真正洗清去。所以乃曼得到医治了后，伊回去，伊做了信仰的告别，讲：如今我知影，除了以色列以外，普天的无别个上帝，因为伊经验着先知123所讲的话。伊讲啊，这个先知真正是上帝的罗卜，伊的话讲了真对，只要去约旦河洗7摆，皮肤就亲像这安尼迄皮肤真正足好的啦比你用什么种的保养品更较好。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所以乃曼后来佮讲一句话，讲罗卜以后无搁献祭互别个神明，只有献互耶和华上帝。所以伊只有要献祭互耶和华上帝，伊已经会当讲是完全来归伫上帝的名下啊。这是乃曼的告别，因为伊拄着真实的神，是咱所信耶和华独一的上帝。第三，咱爱以上帝来做成做咱的喜乐。诗篇37篇第4节讲：大家掠耶和华最欢喜，伊要将你的心所求的互你。就是咱用耶和华的用耶和华成做咱的喜乐，将上帝当作咱的欢喜。所以咱经历着上帝，咱知影讲，咱必须爱听伊，爱爱伊，爱爱主，嘛爱听人，听付出。这是牺牲，是贡献，嘛是给予，是爱互人有感受、有感觉、有感动。一张纸，咱对影印机，你会当印1000张、10000张，我爱你。但是这1000张、10000张，还是10万张，我爱你，敢有感觉？无感觉，因为这是一台机器。是你用恁头脑列表机，你讲哈，我把它列，10000个，1万字的爱，但是没有人有感动啊，这影印机也不会有感动啊，因为它只是一个机器，伊只不过是一个机器，所以只有真实付出，人才有感受、有感觉、有感动，这才是有意义的，无迄就变做无意义的听。听是会付出，会互人心会感动，是有热情的。爱是有热度的，听是有热度的。所以听会带来互人心迄种的震撼，迄种的感动。所以听是有行动的，听是有力量的，听是有情感的。到底听是什么？你还记得你年轻的时候在谈恋爱的那种感觉吗？大概就是那种感觉，你会为了他牺牲，你会想去照顾他、爱他，这个就是原来的意义，爱的原来意义就是这样子，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听上帝，就是爱回来到底这种的感觉。虽然真做基督徒，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真做一个圣洁的人，因为上帝是一位关联的上帝，是有关联的神，所以讲上帝嘛是圣洁的神，圣洁的上帝。有一句话叫做亲则生甲，近则不逊，意思就是讲，咱对亲近的人有当时会疏忽去，对熟悉的人，有当时咱感觉讲就是足熟的，有当时咱袂去珍惜，但是咱想看有一句话，有一句话叫做“近庙起神”。
进庙七神。所以讲，咱有当时啊，咱来入来即个教会，咱袂当欺骗上帝。上帝拢知影咱的心思意念，所以愿上帝帮助咱。所以讲，咱毋通去忽略着上帝，忽略着上帝。所以上帝是知影咱的心思意念。愿主帮助咱，互咱知影讲耶稣为着咱的保护，咱来感谢伊。这是伊立新的约，借着伊的保护来立即个新的约。咱上好的方法，就是借着伊的保护来洁净咱，来洗清咱的罪。所以愿咱伫耶稣基督的信息的内面，咱的罪得到洗清，得到除去。愿主圣洁的灵来帮助咱，互咱的罪来离开咱。伊有所林书第4章30到31节，伊讲：咱无得互上帝的圣神来忧闷。就是所捌用来吸引恁到伫赎回的目的，一切苦毒万分受气、宣扬、诽谤，甲以及一切恶毒，拢着对恁的中间来除去。愿主帮助咱。如果咱若无够圣洁，这物件就是会苦毒咱，万分受气，诽谤。等等，这恶毒拢无法度除去，只有互圣神来游问。愿咱每一日拄着上帝的时，帮助咱，因为主甲咱做伙。士师记有一位士师叫做参孙，我听过伊的名，伊是一个大力士，但是伊将上帝互伊的快乐的秘密，伊甲伊的某讲，这个某是非利士人，叫大利拉。伊甲伊讲，我只要头毛若加掉，我的亏了就无呀。真正，这大利拉就派人伫伊困的时，甲伊的头毛剪掉。参孙是拿细的人，就是献予上帝的人。伊头毛一生拢袂当加，但是伊却甲这个秘密甲这大利拉讲。了后，非利士人来找伊，将伊头毛加掉了，伊醒起来讲：哇，我要犹原阁是一个大力士，我犹原要阁有真大的快乐，将这捆绑伊的这个绳，甲伊挣脱，甲伊用灯踹灯。但是呢，伊发现讲伊头毛无迄个时，就是上帝已经无伫伊的心上啊。上帝的快乐已经离开伊啊。伊较知影讲上帝已经无甲伊同在啊，所以伊无珍惜上帝伫伊的心上。互伊的迄种的恩赐，互迄种的恩惠，伊一直感觉讲我就是一个做有亏的人。但是当伊头毛互剪掉的时，上帝已经无伫伊的心上。愿主帮助咱知影讲，你的手机若无信号的时，是拄着什么种的情形？这是真严重的代志。你的手机若无信号的时，哇，这是人生即马非常痛苦的代志。所以，咱爱随时拍开你的信号，接受着上帝给你的信号。你要接收得到，要接收得到，就像雷达，就像手机，你可以接收到那个信号。愿主帮助咱，互咱会当接受着上帝互咱的听甲恩典。哥林多前书2章14节讲：凡有血气的人是无法度体会圣神的事，所以只有属圣神的人，你才有体会到属灵的事。属血气的人不会领受到神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是唯有圣灵的人才能看透。意思讲，属灵的人看透所有的代志，但是你若是无够属灵的人，你只有是一个血气的人，是无法度。所以我常常爱用彼得的故事，甲大家勉励。就是彼得当耶稣互卖迄暝，伊阁有背刀，伊是一个是有血气的人，伊是要用伊的刀来保护耶稣，但是耶稣讲：“收你的刀入鞘，将你的刀收起来。”咱知影，当耶稣要甲门徒洗脚的时，学生嘛讲彼得嘛讲耶稣你千万毋好甲我洗脚。
但是耶稣讲，我若无洗你的脚，吼，咱今日就无关系啊。我们今天的师生门徒就到这里为止。好，彼得，你可以走你自己的路，你可以回去捕鱼。但是耶稣甲伊洗脚洗了，讲恁得爱个彼此互相洗脚。所以耶稣学生，伊来先彼此相听。咱知耶稣学生是安那？咧坐啥物人会当坐伫伊的侧边？啥物人会当坐伊的倒边？因着伫遐争讲啊，这甲咱囡仔共款，囡仔拢会轻分，老爸老母可能嘛会偏心，囡仔嘛会轻分啊，你对我上好，爸爸妈妈对伊较好，对我较歹。共款的意思，耶稣的学生嘛会轻分，但是耶稣是甲伊讲，恁着爱互相彼此洗脚，因为恁若拢做耶稣学生，嘛无啥物选择啊。所以耶稣的学生最后，就是拢为了耶稣来牺牲，没有什么好争的，因为伫伊的正边，甲伊的倒边，当耶稣用定十字架得到极荣耀的时，这两个拢是甚物人？拢是死刑犯，拢是这杀人犯，而且是叛乱犯。愿上帝帮助咱，只有属灵的人会当看透所有的事。如果咱的思想充满着病毒，咱这个病毒甲伊除掉，咱才当接受着上帝互咱属灵的事。愿主帮助咱。咱知影讲，咱伫基督的内面是一个新创造的人，是一个新创造的人。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咱的敬拜，就是咱爱将这个歌甲伊唱伫咱的心内，这个诗歌。咱将这诗歌，甲伊诚做咱生命的歌，才做你生命的主题歌。所以咱加读圣经，加读圣经，加听圣诗。我即摆还阁有法度记得主日学教我教的歌。树上小鸟园中红花，你要赞美它。我昨甲青年分享这条歌。树上小鸟园中红花，你要赞美它。山谷流水海边细沙，你要赞美他。听啊听啊，千万声音都来赞美他。主的儿女举起你心，都来赞美他。我小时候学，我到现在都还记忆很深。树上小鸟园中红花，安娜，你要赞美他。山谷流水海边细沙，听啊听啊，千万声音。都来赞美他，主的儿女举起你心，都来赞美他，就是赞美。愿神让他得荣耀，我们常赞美他，常接受他给我们属灵的恩惠恩膏，咱做来祈祷。愿上帝你听阮，互阮诚做你的囝儿，嘛拍开阮的心门，兄弟主你踮伫阮的内面，互阮诚做较无的人。互阮拼空家己，因为只有拼空家己，将家己心内的骄傲、心内所存在遮你无欢喜的事除掉，才有法度诚做属灵的人来看透所有的事。愿上帝帮助阮，互阮来较无主力，嘛以上帝伫阮的心来用耶和华主诚做阮的欢喜，诚做阮的喜乐，阮的生命得到主力完全。伫阮的生命，诚做阮的生命主宰，诚做阮生命所，互你来掌管。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门。感谢咱的牧师、陈牧师美好的勉励，咱做伙来用回应诗圣诗第580首。圣诗580首，上帝，我心大欢喜，我的喙着吟诗，请起立来吟全首。感谢主上帝。
咱做伙备办心来奉献，也请即献的同工来即献。现在请起立，咱来吟奉献的诗。请坐，请坐。咱做伙来读金句。伫咱的周报正面下骹吼，咱台语读2遍。请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我徛伫门外拍门，听见我的声来开的人，我要入去就近伊，来甲伊食，伊也甲我食。启示录第3章第20节。多谢咱做伙来欢迎甲报告。请问今仔日有头一届来的兄弟无？无。好，请拍开周报，咱来看教会消息报告。本会消息：第一，台北中会退休的王光树牧师，伫5月27日公主温调安息主怀，享年71岁。定伫6月16日下晡2点，伫台北的第一殡仪馆怀德厅举行日莲礼拜，礼拜后火化。6月18日下晡2点，要伫三重堡教会举行追思告别礼拜。随后要安葬伫台北的城青青草园基督教的墓园，求上主扶持安慰王光树牧师娘、陈海洋牧师收庙甲伊的家人遗族，也请兄弟为遗族代祷。第二，原本有定伫7月10日主日礼拜中要举行的中职就任式，教会顾虑到疫情的现况。要提早伫个6月19日，就是后主日礼拜当中来举行中职的就任式。6月19因故无法度出席的，请伫7月10日好特期来补就任。请各位中职出席伫同一主日来完成就任式。也邀请大家为下一任的中职代祷。愿同工委身伫教会圣工，服侍得主稳定。第三，教会为着培训音乐人才，举办爵士鼓团体课程，对5月8号到6月26号，每礼拜日下晡3点到4点半，对林嘉英姊妹来指导。欢迎青少年也是有兴趣的报名来参加。
若有意爱，请往咱的林牧师报名。第四，11日奉献，请大家遵守最大守主的诫命，奉献蒙主愿力祝福。若也无明白11奉献的道理的，请以甘心乐意来奉献。第五，会计报告，5月份的收入273809块，支出494009块，余额是付的220200块。伫咱的教会的疫情中间咱可能有线上的兄弟，你若要奉献要对用转销的，咱遮有国泰世华银行罗州分行的账号请用转销的。那你若用转销奉献的兄弟你着当周的礼拜5中昼进前汇报。互干事你的姓名、电话、甲你的转销日期、你的银行账号、你的经验、甲你的奉献的项目。一旦若入效，你就无法度变更项目袂当伫拜5中昼进前汇报，该笔的奉献就要以注册名来入效嘛无法度搁继续伫你的奉献证明的累积这是伫个防疫期间来使用的账号你若是伫主日奉献10点以后才来交付的奉献你周间的一寡的奉献，要伫个后主日来入效，搁后一日主日才会当刊登咱的周报下面是具体的相通第一是咱金榜题名咱的恭喜林嘉欣姊妹伊录取美国印第安纳州州立大学音乐学院感谢主的恩典恭喜因第二，为着肺炎疫情祈祷，恳求上帝医治患者保守医护人员甲防疫人员四下平安，甲咱同在。保守台湾疫情早日减缓疫情有冲击咱的经济，愿主使人民开经济活路第三，咱为着乌克兰的战争局势，甲人民来祈祷，毋望战争会当早日平息。第四，咱也为换工课、找工课、准备公职的考试、研究所考试的人来祈祷第五为身体欠安有外伤、有手术、有慢性病有癌症等等搁煞接下骹遮所排列的遮的侪兄弟的艰苦病痛，咱来为伫人手的时，咱来做咱的提名代祷遮嘛是为着咱的青少年因的升学因外出做兵甲为咱的青少年因的适婚年龄来替因祈祷以上。恭喜咱迄个家上伫今仔日透早有得到一个男婴拍拍来恭喜甲燕宗兄恭喜搁有就是讲，咱各位兄弟提醒咱虽然咱伫线上礼拜，也是你有来实体礼拜，但是咱嘛是照实咱11的奉献，因为一开始无安尼强呼吁，是感觉讲咱应该爱自动自发，但是5月份的奉献确实有聚会人数也比较少一点，那有一些奉献也比较少，那有奖了就有差那我想得帮助咱，这奉献是自动自发就是讲咱莫去忽略了或是省略了
忽略了或是疏忽了，啊，这个就是平常要做的，扎扎实实的，就是我们服事奉献，这个都是基本功。我即马在强调，迄个青年，讲咱信用就是有一个基本功，就好像在练功夫一样。我知影中间有人是会晓写毛笔的人，写毛笔就是爱有一个基本功。咱中间会当弹琴的人，弹琴就是有一个基本功。啥物拢有一个伊基本的功夫，你的专业嘛有一个是基本的功夫。就是讲，咱做基督徒，咱上界基本，就是咱读圣经、祈祷，然后奉献。所以咱周报有基督徒8样，翻一下，那个就是基督徒最重要的这些聚会、奉献、等等服事服务，这些都是我们的基本功。基督徒8样，我想得想互咱。好，多谢牧师补充报告，也请大家兄弟，会尽量来奉献咱愈奉献，咱的福气愈多。这是我亲身感受，哪奉献愈多，咱的福气愈多。好，咱来吟圣诗悲悯诗第401首。圣诗401首，请七日来吟全首。吟诗煞咱请牧师来替咱祝祷。做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上帝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到的，伫耶稣基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伫上帝伊的囝，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互咱得到完全无贪嫌，当完全能的被上帝圣神的存在，以及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甲做伙三角地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